是要当你拢安尼。安尼你是好啊，免啦。我去电动的找无啦。弟弟啊，你要找什么电动的啦？你动作嘛较紧嘞。我要去上班啊啦。这支都歹用啊。我钱啊，你看你倒顶哈。啊，去学校的路你知吼？赶快来路啊，哈！我上班咯。432公斤的金蕉，每6公斤低一箱，刷来卖出去66箱。后摆下课的时阵，你莫来载我吼。会使啊，但是嘛是爱你妈妈同意啊。数学课我用普通的起饼仔就好，毋免专工去买。你带我转去就好。袂场就要到啊。哎呦，这离婚的这种代志哦，毋是遮尔啊简单的问题啦。啊，无你讲是啥物问题？啊，这两个人正情拢足适合，啊，但是时间若久着，为什么一开始真适合，了后就无适合？人拢会变啊。嘿，顶摆啊，你的生日礼物内底毋是有欠一寡物件，拢伫遮啦。所以你今年袂转来哦？连圣诞节嘛袂哦？